你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，现在这个价格是多少是不重要的，知不知道？重要的是1个月以后、2个月以后、3个月以后，你们再也看不见现在这个价格，懂不懂？这才是重点，懂不懂？现在就是最好的抄底机会，他妈的，你们他妈的还要慌？你们错过了 BNX， 错过了飞船，错过了他妈的一堆堆的好项目，还要他妈再忧郁？啊？人生有多少个机会给你把握？自己想一下。啊？每一次他妈你失去机会都是因为你没有胆子，我操！懂不懂啊？那别人为什么他妈没有错过啦？因为他妈的别人胆子比你大啊，别人他妈不怂啊，别人是人啊，做个人了，懂不懂啊？抄底啊！